其实像这么纯种的中华田园犬，现在已经很少有的了。如果不是狗的主人把这条纯种的中华田园犬母狗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的话，估计很容易就给人家偷去了。其中最主要就是纯种的中华田园犬，它生的小狗一般也不是很多的。就像前面这条母狗，一共才生了4条。现在老婆婆进去把小狗全部抱出来，看看品相怎么样啊？这条就是小母狗了，大家看上，虎头猫耳的，好靓哦，对啊，这样，这是小母狗，很乖的性格。我拿起来看看，我不会抓它的。我看了，大家看一下啊，这条小母狗性格很稳定的，抓住它的脖子，这样搞啊，它的尾巴是翘起来的，证明这个小狗的性格是很好的。我放上来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放上来的时候还是摇头摆尾的。这条是小母狗。另外还有一条小白，这窝都是很纯种的中华田园犬。这里还有一条黄色的，大家看看，这条黄色的也是小母狗。我太太了，我看一下。这条是黄色的。这条黄色也很漂亮。虎头蛙耳的也是。这条是小母狗，也是圆头短嘴的。这一窝小狗现在才35天左右，但是已经会吃东西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一窝都是很纯种的中华田园犬。这窝纯种中华田园犬现在已经很稀有了啊！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